真侪人讲去到南部一定爱食一间叫做丹丹汉堡角，不过因宣布讲对12开始呢，一寡商品会起5块90块。另外，伫咧高雄盐埕区也有一间卖面的，讲要起5块90块。台北的喜来登饭店这食家饱餐厅，这10月初1开始呢，到一时段也要起100到200。根据这主计总处公布8月这消费者物价指数，年增率连续4个月，凭这通货膨胀警戒线搁较低，却因为食的物件介绍起较济，家庭压力也变大咯。早拄开门，就4道人起来交关。高雄盐埕区这间阿财鸡丝面，原物料已经起几落届，头家是讲9月初开始，部分品项调5块至10块。真的一直在涨，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涨幅是最少了。可以理解啦，物价真的是高涨，然后人力人工这个也是真的很不好调整。除了面店啊，南部出名的连锁素食店丹丹汉堡嘛要伫12起价，部分套餐起5块，部分早安餐饮料起3块。美国五谷三肉糜等起2块至3块，也有11个品项停卖。店主是讲，因为原物料、人工也有因为成本逐年起价的影响。还行啊，5块钱而已，又不是天天吃。面店啊，连锁素食店起价，北部也有食较饱的餐厅起价。10月初1开始，喜来登自助餐厅假日餐价小调悬，平均起100至200。主计处最新公布的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1.6%，起价幅度比顶个月较大。虽然连续4个月比通货警戒带有较低，不过食物类介绍起价幅度较大，低所得家庭承受的物价压力也是比整体平均较悬。为什么我们的那个 CPI 它数据上看起来还不错？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呢是面对那个美国的对等关税的影响嘛，那这个影响呢，其实它会使得那个全球的贸易量下降。学者认为，美国是全球上大市场，关税的政策恐惊会让真侪国家经济活动减少，连带国际商品的需求也会降低。CPI 是综合加清大交通各种商品服务加权平均的结果。这届原物料起价幅度对食品需求量较大的家庭来讲，对物价波动的感受会较大。记者采访报道。